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因你生命。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也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让我们的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因你生命，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跪下在你面前来敬拜。耶稣因你生命，我们敬拜，承认你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耶稣是主，恳求圣灵指教我。耶稣基督是主，耶稣，耶稣基督是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交在神你的手中，因为我们渴慕来亲近你。愿你的圣灵就亲自指教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以彰显神你的荣耀。我们将你以下时间交托仰望，愿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灵来求，阿们。大家平安。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今天这个最后终于这个段落关心、关怀跟爱心是落户与否的关键那这个牧师也特别体会，我们这一个多月来我们都在谈论一些像这类的问题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更多的这方面的关怀啊？在小组，在与弟兄姐妹，甚至在与新朋友当中我们有更多的互动跟关怀。我觉得很奇妙这一次我们也有3位弟兄姐妹也要开始落户在我们的教会。那我觉得这一定是透过我们的关怀跟陪伴有带来果效了所以牧师也期待我们要继续努力。那我们今天要继续最后讲到这个关怀跟爱心是落户的与否的关键，其实是在于漠不关心是一种罪，我们要去了解这一块。那我们觉得我一直觉得爱的，我们都想要讲爱嘛，爱听心对吧？你觉得爱的反面是什么？恨我觉得应该是冷漠了。我觉得不是仇恨。爱的反面不是仇恨。你看有些会有仇恨性质的人他会恨人，他也会爱人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爱的反面不是仇恨，而是爱的反面是漠不关心、冷漠的。有一个故事一个记者英国一个著名的记者
阿姨一向都是反对基督教。可是呢，因为他访问完这个德蕾莎修女的故事了，伊发现讲，伊看这本这本书叫做《全世界最美的女人》呐，德蕾莎修女出来，伊就深的感想发现说，哇，原来基督教在认识的这位耶稣基督认识福音到领悟到这个福音了，他后来就转变了所以我感觉讲这个冷漠不关心我在想一个问题啦。教会在谈爱心像最近牧师也在谈，咱要安怎去帮咱做好事，对有需要的人做好事这做好事的意义足宽。咱爱想讲一个物质上送香的人，敢真正是送香？未必。无一定但是咱事实上，人咧看送香的人，咱认为伊就是送香，对不？看伊穿插。看伊用物件，会就是看他物质上。对，我们先从他的外在去评断，而很直接的人就会先去评断说，这是送香的人，那他的很多方面我不一定会去接近他。这是现代的人，只要接触人都会有这种反应。我们从学生身上就看得最明显，学生在一起就会说，哇，你用这上面手机啊，用上，我记得这个很早之前学生刚来教会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先去看先去看说，这个手机怎么样啊？现在人手一机都是 iPhone 苹果以后，他们就不谈了。那我觉得重点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说现在的人是因为物质上的贫穷，我们会认为他就是贫穷，但是也不见得。我觉得最主要的贫穷是什么？是心灵上的贫穷嘛，对不对？好，咱换一个角度，咱再来思考这个问题教会的这扶助贫穷者，你们觉得这是很好的行动吗？像现在教会，我们有1919，我们有很多的这类的行动上，我们也有人在做。但是我要问各位，扶助贫穷者是神要我们做的吗？好，我觉得我该来想讲另外一个问题。假如说我们让一个人不再贫穷，我们把这个贫穷在这个人身上灭掉了，把他不再感到贫穷了。好，一个是灭掉贫穷，一个是扶持贫穷者，这两种方式好不好？有没有？有。对。咱来看咱能力因为这业务短暂的，还是长期的。因为长期的，这就是政府的代志这算是小就爱关心嘛，咱咧关心无可能长期的。你就讲，不过我咧看你讲扶助贫穷者嘛，你咧讲应该是属于扶助贫穷者。按照这个能力长期、短暂的话，短暂你会使，但是问题是，大家人咧看个无拄拄是短暂是会使的我觉得有人这样子定义啦扶助贫穷者只是一种隔靴搔痒，隔靴搔痒的一种行动了。那灭掉贫穷呢，是望不可及的理想因为贫穷一定多少都会有了。譬如说，你可能大行拢有，但是你可能安怎？你无朋友啊，有无？伊敢是关系顶面的贫穷者，是啊。所以爱看你安怎去定义啦。我的意思是讲。贫穷这个定义咱要安怎帮助一个人的心灵的送香？其实圣经内底在讲起的其实是啥？我感觉讲的叫做怜悯的心所以我头拄牧师咧甲咱问讲，教会咧做扶助，我们透过这些资源，然后来帮助贫穷者，在现实生活上的贫穷者。实际上，我觉得重点不是这个，这只是一个过程。我觉得重要的是什么？核心是必须要有怜悯的心。其实这个是一个媒介，对，然后再转到，就像刚刚那个金蛋子就一样。他虽然他从以前进来到现在，我想他的内在是渐渐在做富足。对。那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呢？为什么需要有怜悯的心？对，没错，对当事者而言，对一个可能在生活上现实生活他是贫穷者，
可是当我们帮助他之后，有没有可能会让他失焦？会哦，会失焦嘛？好，不啊，我礼拜日的时候我就有听讲哦，当我们有人在固定在帮助他的时候，那假如我们没有引导他学习懂得感谢神或回应神，甚至在他的生命当中去跟他陪伴教导，我们获得这一些，我们为什么是得着这一些？我们要让他认识到这位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教导，我们的行动很有可能不是让人感受到是好的，即使你是很好的心态，也有可能会偏差。所以我觉得我们要看待这个，其实我觉得漠不关心才是一种罪，一个重大问题啦。有的人你讲之前迄个过来当前像王雪红，伊做早就咧做这个叫做简单讲叫祭品，因为伊做有好业嘛，对不？伊嘛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他以前不懂怎么把金钱善加运用，可能是等候一个机构，就互伊家己运作。可是他现在不一样啊，他现在是说，要让他更有果效，他是要实做，甚至透过有成长的型的教会。然后真的透过他们这笔资金来做很好运用的教会，他们就重新再来继续做下去。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牧师要今天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到底怜悯的心我们的怜悯的心要怎么做了？我觉得有怜悯的心一定要能够跟贫穷者，不管是心灵上的或现实生活上贫穷的人，要与他们同行啊。如果你没有怜悯的心，你没有办法与他同行啊。譬如说他只要突然间又来找你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我顶摆就给你倒3工啊，想那你今麦个安呢，然后你就开始去改你熬念哦，讲我今麦我就无法度啊，你安尼又袂使啦，你安怎啦，又打击到他的心。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帮助一个人怜悯的心也是要与他同行的，是要帮助他能够去了解他的生命要如何去做更好的突破跟帮助。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几段圣经节。第一段，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5章第7节。这段做写的8幅里面的其中一幅，5章7节8幅5章7节。耶稣他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什么？怜悯。所以我要问各位你说你有钱，你说你拥有东西，你要分享的时候，以前我只要分享出去，我都会觉得好骄傲好舒服对不对？有利屋嘛，对吧？但是后来我发现，你没有去做管理是不对的，你没有去善加运用的时候，那是不对的。所以那个礼拜天的时候。我觉得感谢冲雄小组因为水的事情牧师好好去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可以我们不用看水管啦，唔免啦。今麦有一种饮水机迄大的水，无大卡水桶有啊，放在伊个下底，大卡水桶无要紧啊，咱就去入水就好啊。每一摆入水袂安尼放的，而且它还有冷暖冰。做大卡18公升啊，18公升你绝对2-3礼拜拢还个用袂完的啦。我觉得就解决了一台偌济，一台3-4千块新的，可以解决，所以很简单。有人说牧师，那我们这旧的怎么办？很简单，2楼主日学小朋友他们楼上没有水，这个就搬上去就好了，解决了。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例行上需要马上去做的。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去买那个罐装水，这样我就觉得很好的一个建议。所以这里讲到说，我再回过头来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就是说，当我们去付上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呢？我觉得怜悯的心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感谢神，我们的教会真的大家都在动，都开始在动，期待教会有往好处发展，甚至能够带给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帮助。不管是任何的建议，我们都要虚心去领受、去接受，甚至去研究怎么样让它更好。我们今天在同工会再分享一段圣经在分享这个尾声这个21个领导特质里面讲到尾声尾声里面有一个的实作经验叫做学习像爱迪生一样。
他说爱迪生怎么做呢？他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就是去做了，设定目标，有梦想就去做了。可是他怎么做呢？就是要实验。我觉得我们基督徒不要等到我们预备好了才要做了。我觉得我们要有像爱迪生的精神这种科学家的精神一样有认为这个是好的，那我们就把它提出来，我们怎么样一起来努力，来建造教会，让教会能够在体质，甚至在很多大大小小事情上，能够有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就是像科学家的精神、研究的精神。学生也一样啊，他不懂的时候，他就会试着去用这个方法，念书念看看，去研究看看，没办法，我就再来换个方法嘛。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我觉得教会里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委身，我们就要学习，要愿意付上代价的去行动，不要怕。所以我们教会最怕的就是怕没钱嘛，对不对？那我觉得不要去想这个，我们要想的是说，我们怎么让教会更好，让每一个人进到教会就是很感受到我们的怜悯，感受到上帝的爱。好，第二段圣经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9章第13节。所以耶稣教导我们，当我们怜悯人，神就会怜悯我们。9章13节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我觉得上帝不喜欢我觉得我2个礼拜前得到我们这一位姐妹同工在给牧师的一些建议。他说：“牧师，你们不一定要为什么都要拍照干嘛或者说做一些做的好像为了什么而做了？”我觉得没错，我们要去更多的实践。我们不是为了要透过怎么服侍神，透过怎么去敬拜神的那些仪式来让人感受什么。重要是我们有没有基督徒有没有怜悯人的心呢？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很重要。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神所喜悦的不是祭祀，乃是他喜爱连续怜悯人的心。好，另外一段圣经节，路加福音第10章，路加福音第10章第37节。对，10章37节。这是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的譬如咱拢真熟伫最后的时阵，这个譬如内面有咧耶稣有咧讲到讲，这3种人内底倒一个是落伫这个强盗手中的这做厝边呢？什么人？什么人是这个强盗手中的厝边？对。伊讲啥？34节讲啥？伊讲是怜悯你的，是怜悯你的人。这个撒玛利亚人是啥？好怜悯的，因为他怜悯他。但是耶稣说什么？37节，耶稣说：“你去这样行吧，照样行吧。”所以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在做的不是单纯做好事有人讲来咱带人来信主你看迄未信者拢会讲拢同款啦，拢劝人做好事啦，有无？咱通常我较早想着我拢会想讲要安怎甲因回答，对不对？咱来甲伊讲无共，咱做好事最重要，无毋对。但是咱爱想讲，你有疼心无？有怜悯人的心无？咱的心是对倒位啦？因为上帝爱咱，就爱怜悯人，爱陪伴人，爱照顾人，爱有法度爱陪伴伊面对最项大大细项事。因为未信者因所信的，因为是做功德，
比如讲啊，我付出偌济，其实我更希望能得到偌济。但是我感觉讲，咱爱分别，我咧针对的是针对讲，当迷信者伊咧讲的讲啊，劝人做好事，大家宗教拢共款。我是针对伊咧讲，劝人做好事，大家宗教拢共款的时阵，我感觉迄是无相反。所以我看到这圣经上，我感觉讲，漠不关心真的，为什么人会漠不关心呢？就是他没有怜悯的心你知道我的意思不？就算他去帮助人伊摕钱，伊摕物件去人帮咱，伊嘛袂去关心讲这个人安怎。所以其实咱来了解讲，咱摕钱去帮助一个人的时阵，咱唔是我有做到啊，上帝一定会欢喜无咱来想讲，咱有帮助一个人，安怎去做生命成长？迄个过程是需要你足大的怜悯的过程，无你无做袂落的，因为你会想讲摕钱消灾的感觉啦。你了解我意思啊？反正我就摕钱来斗3工，你家己好好去处理啊。毋是安尼呢？我感觉讲，咱做主的工也是讲咱咧疼人，其实袂使用这种金钱的角度来咧看待。我感觉更较重要是，咱要有一个怜悯的心，咱要安怎做伙会当安怎来完成更较好的方法，然后更较好的办法来影响，来做一个好的文化的建立。安尼我感觉讲，对一个人的生命有更较好的帮助啦。当然你讲的无毋对啦。有当时咱袂去想遐济啦，迄是咱做单纯的心啦，但是咱即摆会当去试看卖，试看卖，搁较侪要安怎去思考，要安怎互人搁较侪关心教会大细项事，这嘛是咱的责任哦。所以其实咱中心毋是干那咧听探牧师发号施令的，毋是呢。咱的责任就是安怎帮助信徒做伙有火热的心，做伙关心教会，关心教会。最近牧师咧鼓励咱爱做什么？叫做礼貌的传递。礼貌的传递重不重要？重要啊！像新田老师回去，伊也听到讲，牧师即摆有咧教导讲这礼貌。回去的时阵，咱若做一个父母的，咱就安怎？咱就爱去甲囡仔教导，互咱的囝儿去到教会，拄着长辈，拄着什么人，就爱学习称呼。这过程就是一个教导，同款啊。咱若是咱无囡仔伫遮，咱拄着青年，当咱看到牧者的时阵，咱称呼，但是咱就要注意，开始学习去注意。咱的青年若无咧做称呼的动作，我们就要有智慧的过去就该安大的。hello， 看到牧者要打招呼啊，看到长老、看到人要打招呼啊，对不对？这就是教导啊，所以。其实我感觉讲咱的信徒有真侪人，要阁是活伫家己的世界内底。一个人伊为什么伊无法动作这个动作，是因为伊活伫家己的世界。所以这是真可惜。无说无讲毋对，嘛无讲安怎糟糕，毋是。我的意思是讲，咱要安怎突破咱的社会环境，爱对咱的教会内底做简单的基础，就是对礼貌开始做起。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好的，嘛是真要紧的。今日牧师嘛。得到一个好消息啦！感觉讲真好。这个大桥国中的治安系学务处长学务长，伊咧讲，因为伊当下来新的学务长，伊敲电话来讲，伊昨有来教会要找牧师，伊讲伊要招校长要来找我，我咧想，伊想要来找，有可能伫伊过去伫学校内底。包含即马伫学校内底一寡问题学生，可能咱教会拢有关心着，伫过去的一冬的中间，咱拢有接触着，所以因遮学生有可能伫迄过程的中间，咱后礼拜拜二我含同工要来含早起时要来含因讲话，谈话，我感觉这好是一个真好的合作的机会开始，所以我感觉讲上帝要做工牧师一直拢甲咱讲一句话，咱若备办好上帝会透过做这种做奇妙的代志将人、将机会、将福音的出路为咱开路啦。所以我感觉讲，咱要有一个关心、关怀社会、关怀咱身躯边的人的这种的心，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的工课。所以不要用漠不关心啦，不要用漠不关心，我不会啦，我唔捌啦，我要个无才调啦，莫用这种态度。这种态度，我告诉各位，对你绝对没有帮助。
好，因为漠不关心是一种罪。好，第8个，为上帝爱的浇灌祷告。为上帝爱的浇灌，注意哦，我们要时常为了上帝的爱，有没有时常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爱的浇灌要怎么做呢？我们这几天牧师都有提到一段圣经节，在罗马书第5章。好，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5章第3节，看到第8节。今天我们要看到第8节哈，罗马书第5章第3节。我们要看到第8节，好，很点哈，好来，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上帝听灌压在咱的生命的过程的中间，是因为啥？上帝手术啥？是因为赐予咱的圣性啊！好，所以祈祷中，咱爱为家己祈祷哦。讲主啊，圣神帮助我，互我会当领受对你遐来的疼。你的疼若无够野，就是代表咱伫祈祷中去求讨圣神，顺服的心无够。我甲你讲真实的，因为要疼人哦，迄是一个足大的威信啊！迄种威信是通过你的祈祷，通过你的行动，通过你的侪方面来去表露出来。好，所以圣经内面讲的足清楚哈。第6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为好人死哈，或者是有人还敢做，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好，所以咱来了解哈，上帝疼是因为咱原身是不配。好，咱原身是不配，好，咱是得不到的。但是因为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疼来为着咱来死，好，将伊的疼赏赐予咱。所以咱基督徒时常爱去认真去反省人物。所以我会记得咱迄个去到伫英南遐的身躯边的时阵有无？好，牧师敢若搁一摆伫遐咧甲伊讲起即个圣经内底伊甲基督的关系。因为人伫临终的时阵，最后他还没走的时候，我们就是陪伴他，去告诉他，你有没有认清楚耶稣在你生命当中，他所为你付上的代价？好，你的生命你是安怎认物？你有清楚也无？好，所以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来了解吼，咱爱常常祈祷，学习甲这个圣神互动啊。疼的浇灌哦，爱的浇灌一定要在圣灵当中。我们要去了解，我们是不是接受？你有接受上帝的疼无？第2，你有好好啊默想无？第3，你有感谢上帝的疼无？第4，你有在数算无？你有没有在数算神的恩典？我再讲一次哈，你要接受上帝的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有没有？你有没有接受啊？你如果没有接受，我要告诉你，上帝的爱不会临到你生命当中。好，你有没有接受？如果你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爱，就像我们在看这个金蛋节一样，有没有？你一跟他讲话，你就感受得到了，他有没有真正听，有没有认识到？但是我们还要教导他哦，他不见得理解我们这样关心他是为了什么，了解吧？这是一个新朋友，新当进入教会的人。伊可能是单纯对教会有该帮赞，人有该帮赞，但是伊到底有认捌到，伊这个疼是上帝我你那疼你，你要好好你认捌这是上帝对你的疼，咱来给教导，要让他明白。好，所以你接不接受上帝的爱？第一个，好，然后你要时常去在默想当中，在祷告冥思当中去想，上帝如何爱你，你要懂得感谢神。
啊，一个人若晓感谢上帝的疼，伊安怎？伊若晓感谢讲哇，人安尼对伊的帮赞，教会对伊的疼，伊安怎？他会有回应。所以想到我咧想讲哦，我较早拢感觉讲妈妈，你忙安尼讲讲啊，人咧奉献都有困难吼，你忙安拄人讲讲的，叫人来奉献。伊讲无啊，那对，上帝就是遐尔疼人，啊你遐尔疼人的人，你领受上帝疼的人，你袂使无回应上帝啊。所以我后来终于了解，你会晓回应上帝的人，确实真正会晓感谢上帝的人。那无回应上帝的人，伊唔知什么叫做感谢。啊，这是事实有影，所以我感觉讲咱信徒为什么咱来要安怎去体会到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你一定要真实的去理解到，不是接受上帝的爱而已，你还要懂得会怎么样，会去感谢神的爱，而且你要数算神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要时常帮助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学习去认识神的爱，对他的生命带来多少的祝福。第二个，我们要去检视，当你领受这些爱的时候，你怎么在回应神？好，你怎么在回应上帝？所以那个志明兄这次要转机他写的见证，我看了还蛮感动的，真的是很奇妙。他自己的感受非常奇妙，所以牧师不多说，希望大家看到以后觉得还蛮特别的，但是也就是这么的恩典好，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教会信徒，甚至我们自己要沐浴，好像在上帝疼的内底在沐浴一样，来洗浴安尼无论面对什么款偌大的困难，上帝疼拢伫咱的生命中间安怎不会消失啦。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只要有让人感受到这一块我觉得我们教会就在敬拜神所建造的教会上面，我觉得我们就成功一半的了。成功一半，因为这种吸引力跟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好，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因为如果我们没有透过圣灵来完成上帝爱的浇灌，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人来更多认识上帝的福音。因为上帝所托付我们的福音工作就是使命嘛。可是这个使命那么难达成，就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好好的把上帝的爱怎么样去带出来。上帝的爱有很多种你要引导人，教导他做应当做的事情，怎么教，怎么陪伴，怎么引导，都是我们的责任。虽然你会说，有人会说，牧师，你这样会不会太主观啊？我要告诉各位，并不会，因为在我的认知里面，其实当我们越去这样子去行去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把爱。上帝的爱跟福音是结合在我们的行为上、行动能力上面。所以这是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我们从这个漠不关心，我们要了解最悲惨的贫穷，实际上就是寂寞了。我觉得人的心灵的贫穷是寂寞，不是只有喝雅郎，不是只有你已经有足够的满足的现实的生活上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在孤独当中，很容易会失去关怀跟怜悯人的心。所以呢，人不要孤独了。我们要告诉他，时常看到孤独的人，我们要懂得陪伴他、照顾他，甚至与他做好朋友。那我相信，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寂寞的心灵吗？寂寞的心。下面是寂寞。人寂寞的时候是什么？什么意思？为什么人会寂寞？伤闲，敢是不是吧？伤闲，寂寞，无共寂寞是啥？孤寂的心。有当时伊嘛定定伫人群当中伊参加足侪活动但是伊就是足孤单迄是啥？我后来在想，我在祷告中，我在想一个问题。通常这样的人是因为他没有被需要的感觉，不被需要。今天老师，你来阮中间，我哪无啥要插你嘛，无啥要了解你到底在做啥，
啊，然后你安怎样，你身体状况怎么样，我们也都没有在跟你谈话，我们只有祷告，你会感觉怎么样？即使这个信仰虽然有它的能力存在，可是因为外在的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没有好好的去把它融入在他的生活当中的时候，他觉得多了解、多认识、多陪伴，甚至多一点人跟人的互动，你会发现人就是很孤单的。即使他拥有了孩子、家庭，什么都有了，他还是会孤单。他还是感觉好像少了什么。所以为什么新老师，之前为什么你会去找教会？我觉得在心灵层面上，就是达到了某一种叫做孤寂的心灵，对吗？好，这个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很多人都会有的。这是做久的过了10当的所以非常多。在世上在很多地方，很多人都是如此。所以为什么牧师会特别今天用这2个主题这个漠不关心，其实我们会多一点探讨。其实它有很多层面是在孤寂的心灵，是贫穷的心灵里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人去被需要了。所以为什么说咱教会有什么代志爱去想讲，哪有什么工作会当做，咱尽量去安排，邀请兄弟姊妹做会斗3工。那我们就可以适时的帮助到他，也让他学习去突破，敞开自己。OK， 好，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那也为我们的年轻人来祷告。那昨天我看我们的青少年聚会，我到快十几个人现在都还蛮稳定的，聚会人数都大概10几个左右。那其实包含丁恩，很多丁恩嘛袂歹呢，伊安尼下课就用行的，伊也家己，伊若感觉这无好，他伊袂爱食伊就家己买，家己买伊爱食的，嘛不要紧啊，系啊，习惯，他非常好，他来到这边，以前我不跟阮食，我不要吃什么。无啦，迄有当时阮做的是较简单啦，可能有当时无拄拄。会吃什么健康餐的？对，健康餐，他吃健康餐。真的没关系啦，他有他自己的决定但是我要讲的是说，其实像之前丁恩他也是会因为说，或许是他要好朋友在这边，可是他现在不用啊，他也习惯了认识了我们大家，所以我觉得我们教会已经慢慢在青少年这一块，至少在关系上我们已经慢慢在建立。所以我相信这些囡仔青少年因未来拢是咱教会做好的调教，但是咱得好好甲因带信用，咱来为着这些囡仔因的祈祷、学习祈祷学习专心，好好甲因的读册的这个工具甲伊学起来。那么为着咱的同工为着社会长老伊的后生嘛，今嘛感谢主嘛，今嘛拢在修复的当中我们求神带领跟眷顾、医治跟保守。那也求神给我们一颗更多的爱心，学习关怀，为新天老师，这个静宽姐静宽姐，刚是最近，大概什么时候？明年初吧。明年初会换工作。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等。会，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为我们开路很重要，为咱开路，敢有其他？牧长老、小长老，有什么需要带到的无？厨房长老，对，下礼拜对，下礼拜我们礼拜五下午1点是这个入殓，你若时间上会拄好，咱较做伙来，若无的咱就参加拜6的告别式，这是因为因要用伫麦比拉啦所以原则上咱等下私底下咱较来讨论。原则上我们为淑芳长老这个家庭来祷告。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其实荣南兄他的离开，真的都是在上帝命定的时间里面也平安的顺利的，他能够我觉得减少了很多的痛苦啦但是我觉得上帝爱我们的心都有神的心意，我们也求神安慰啦安慰擦去这些家族每一个人伤痛的心
那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一起在你面前透过祷告来经历你，恳求你赐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在神你的话语的教导里面，也让我们明白，我们要更多的关怀在我们弟兄姐妹以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何来做美好生命的突破跟成长。求主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多明白，我们为的是要能够让上帝的爱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彰显神你的荣耀荣美，透过福音，透过基督救人的美好福音的计划，能够引导更多的人认识生命造物的主，要爱我们的心是何等的宝贵，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因为主而得的更丰盛，生命能够更有色彩。也谢谢你能够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位同工，让我们一起透过新家人关怀的课程，也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在陪伴传递福音的道路上面能够更有果效。求主你纪念我们，也特别安排我们，预备我们，呼召我们能够继续为主你做美好的工作。谢谢主，让神你的国度跟荣耀福音能够因此而彰显。祷告奉主的名来求，阿们。主耶和华上帝，阮感谢你，愿你的灵充满伫阮中间，对阮讲话也引带阮的心。阮知阮有侪侪无够野的所在，有当阮看见有侪侪人的心灵，要搁伫丧凶惊吓、软弱的内底的时，主啊，阮知因的生命也有侪侪无法度通行出来突破的事。有时阮嘛相款，主啊，恳求你帮助阮，通过主你的疼。通过阮彼此的关怀，通过阮伫你面前学习，来做这款生命的突破，甲学习的操练。阮相信，阮的生命要更加委身服侍主你。愿上帝你引带阮，引带你的教会，互阮会当成做一个传扬福音的使者，会当完成主你托住阮的使命的工作，就是将上帝你的福音，通过阮的关怀、帮赞。甲扶持的帮助的过程的中间，来互人得到生命的拯救。主啊，互阮看见上帝你疼的记号，通过阮成做福音的出口。也搁一摆，愿上帝你祝福伫你的教会每一个同工兄弟姊妹，阮同心合意，会当做伙伫教会起造的过程的中间，将福音带伫阮到这社区，互每一个人毋若认捌到主耶稣，嘛互因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来得到有毋茫的生命。主啊，阮伫你面前也要细算，也恳求上帝你引带阮头前的道路。特别阮要为着小红长老秀莹静文，还有新杰，恳求上帝你赐福因，当因伫陪伴照顾爸爸英男兄弟，也过程的中间非常的辛苦。总是阮嘛知，上帝你带领英男兄弟，你引带伊调伊的灵魂倒转。阮相信上帝拢有你美好的计划，愿上帝你亲自将安慰的灵赏赐伫因这个家庭，拭去因的目屎，互因定心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来得到快乐，继续为主你跑走天路。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愿上帝你继续引带阮头前的道路，恳求靠耶稣的名，阿门。